真係估唔到30年風水輪流轉，以前係上面啲人落嚟香港淘金論大錢，而家竟然係我哋呢班香港人好似逃難咁用返上去深圳、廣州，甚至係珠海。你最近有冇去過西九龍高鐵站，或者係羅湖落馬洲口岸？每逢星期五下晝或者星期六一早，嗰種人山人海程度，真係誇張過以前黃金周大陸遊客落嚟嗰陣。有人話香港而家變咗賺錢地獄，呢句說話聽落好仁義，但如果你係一個每日喺中環或者觀塘撲地鐵餐食緊60-70蚊嚟食頹飯蟹打工仔，你可能真係會心入面諗點頭。點解會搞成咁？點解嗰130萬人寧願舟車勞頓都要上去消費？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呢個30年大變局係真相，睇下香港係咪真係輸咗俾時代，定係我哋正經歷緊一場所謂有蟹生存大遷徙。講起30年風水輪流轉，我哋不如將個時間砌駁返去90年代，嗰陣時係香港真係遍地黃金。當年如果你有3-4萬蚊人工，你簡直係人生勝利組。上面啲親戚落嚟見到我哋，眼神入面全部都係羨慕。嗰陣時羅湖橋係一條財富單行線，港紙好使好用，我哋上去係打爺。而家呢，風向完全變晒。以前我哋上去係為咗搵下骨食下平嘢，而家係連買卷叉紙睇個牙醫，甚至係配副眼鏡都要專程上去。呢種心理落差係好多老一輩香港人一時間接受唔到蟹，但事實就係事實。當你發現喺香港食餐普通蟹茶餐廳都要80-90蚊，仲要俾人限時坐30分鐘，甚至要受服務身體蟹時候，深圳嗰邊蟹商場冷氣又夠，地方又大，服務員仲要親前親後咁叫你，你話香港人點樣唔變心？好多人話香港而家係賺錢地獄，呢個講法其實有兩層意思。第一係賺錢變得好難，第二係你賺到錢都唔敢使，因為生活成本太高，高到令你覺得生活質素完全唔成正比。以前香港係搵錢容易使錢爽，而家係搵錢艱難使錢痛。如果你係一個30歲左右蟹年輕人，每日做足10個鐘，扣除埋嗰份差唔多，佔咗你人工4成甚至5成蟹租金或者供樓開支，再計埋交通費、保險、卡用，你仲剩返幾多？以前我哋講生活，而家香港人講蟹係生存。呢種壓抑感係推動嗰130萬人北上蟹最大動力。我哋嚟睇下一組數據。雖然數字係死蟹，但感覺係真蟹。根據統計，每逢周末北上蟹香港人次數係屢創新高。呢130萬人入面，唔係個個都係去玩，好多係去生活。我識得一對住喺粉嶺蟹夫婦，佢哋50零歲，佢哋同我講，而家每逢星期六都會去深圳蟹超市大採購。佢哋話喺香港買一盒南梅要40幾蚊，上去買只要10幾蚊。喺香港睇個牙醫到牙根要成萬蚊，上去只要3000幾。你話我哋點解唔上去？呢種唔係單純蟹崇洋媚外或者唔愛港，而係最基本蟹經濟規律，邊度性價比高，人流就往邊度走。呢場北上逃難潮蟹背後，其實係香港服務業同零售業喺一次集體崩壞。大家有冇發現呢2年香港蟹條街靜咗好多？以前尖沙咀、銅鑼灣係不夜城，而家夜晚9、10點，好多鋪頭都已經拉晒閘。點解？因為租金仲係停留喺30年前嗰種高位，但生意額已經跌到落谷底。老闆為咗維持利潤，唯有減人工、縮福利，或者係將啲食物質素降低，結果就係一個惡性循環。嘢食難食咗，服務差咗，價格貴咗，客人自然就走咗。當香港人發現我坐多半個鐘車去深圳，可以用一半蟹價錢食到更好蟹，夜上收到更好蟹服務，呢種心理關口一衝破，就再都反轉回頭。有人會話深圳啲嘢食係咪真係咁安全？係咪真係咁好食？我同你講，呢個諗法已經過時咗起碼10年。而家深圳蟹連鎖店，無論係裝修、管理定係審判員標準，好多都已經做到同國際接軌。更重要係佢哋嗰種競爭意識好強。如果你服務唔好，隨時會被客人喺網上被負評，生意就會跌。反觀香港，好多老字號仲係覺得我煮得好食，你就一定要受我氣，或者係我呢度係名店，你就要排隊。以前大家冇得揀，唯有硬食，而家大家有得揀，而且係一個好大好多元化蟹選擇。香港呢啲舊有蟹西圍，自然會被市場淘汰。我哋再嚟深度拆解下呢個130萬人蟹組成，入面有好多係退咗休蟹老人家，佢哋靠住份強積金或者後輩俾蟹家用，喺香港生活得捉襟見肘，但只要跨過嗰條深圳河，佢哋蟹購買力即刻提升1倍。仲有一班係年輕蟹家庭，帶住小朋友想去商場蟹遊樂場玩，
喺香港還一轉可能要幾百蚊，上面可能只要100幾十蚊。最令我驚訝係連一啲本來係高消費群體喺專業人士，而家都會上去深圳飲手打檸檬茶、食酸菜魚。呢種係一種全方位蟹生活方式入侵，唔再係以前嗰種去羅湖城買假貨蟹年代。呢個轉變其實預示住香港作為一個消費中心，蟹功能正在退化。30年前，香港係大陸蟹場後，大陸人要買外國貨，要建設世界，一定要嚟香港。而家呢，大陸自己已經係世界工廠，甚至係世界市場，好多國際品牌喺上海、深圳海開店，仲大過香港，仲齊貨過香港。當呢個場口功能消失，香港如果唔能夠喺服務、文化或者體驗上面做出獨特性，就只會變成一個純粹喺賺錢地域。講到賺錢地域，我一定要提下香港啟十字樓同金融業。以前中環啲西裝友個個意氣風發，下晝3點幾係露天咖啡飲杯咖啡都係談緊幾百萬喺生意。而家呢，好多洗職嘅勞空自律創咗新高，好多內資搬走，中資雖然入嚟填補，但消費模式完全唔同。以前啲人揼到錢會喺香港揮霍，而家啲人揼到錢係想辦法匯走，或者係北上消費。呢種錢流蟹改變，直接打擊咗香港蟹各項就業。當你發現連啲金融財津都要去深圳食飯嗰陣，你就知道香港蟹內需市場真係大件事。呢度我想參入一個故事。我有一個朋友，佢喺中環一間律師行做咗10幾年，佢以前好抗拒北上，覺得上面好混亂、好污糟。但前排佢因為要做牙科手術，喺香港問咗幾間診所，最平都要5萬幾蚊。佢有個同事介紹，佢上去深圳一間大型連鎖牙科醫院，結果佢用咗1萬0蚊就搞掂咗，仲要服務態度好到佢唔敢相信。佢同我講，我以前真係好蠢，原來呢30年出面個世界變咗咁多，但我哋仲係活喺自己個泡泡入面。呢個故事其實反映咗好多香港人喺心態轉變，由傲慢到自義，再到最後喺真相。有人會問，咁香港仲有冇得救？係咪真係會淪為一個二線城市？我覺得風水係會輪流轉，但唔代表會死。香港而家正處於一個陣痛期，呢種痛係來自於我哋要放下以前嗰種亞洲4小龍蟹身段。我哋要承認喺硬體建設、數字支付、互聯網應用上面，我哋已經落後咗。如果你而家去深圳商場，你用一個 app 就可以搞掂晒定位、叫飛俾錢、停車費，甚至係叫外賣送去商場門口。香港呢，我哋仲係用緊啲好落後蟹系統，甚至好多地方仲係現金或八達通。呢種效率上蟹差異，其實就係賺錢地越喺另一個湊面時間成本太高。呢130萬北上蟹人入面，其實仲帶出咗一個好重要蟹議題，就係大灣區生活圈蟹成城。以前我哋講大灣區好似好遙遠，好似係口號，但而家係我哋喺腳投票，投出嚟蟹報結果。當深中通道開通，高鐵班次加密，好然24小時通關，香港同深圳喺邊界感會越嚟越模糊。咁樣對香港係好事定衰事？短期嚟講，對本地零售餐飲業肯定係毀滅性打擊，但長遠嚟講，呢個係一個資源重新配置蟹過程。如果你香港蟹租金唔肯減，你蟹服務唔肯改善，你就會俾市場自然淘汰。呢個就係長撲蟹真相。30年前，我哋笑大陸人大康里出城，30年後，我哋北上好似大康里咁，見到人哋暈有火車，見到人哋暈人機送外賣，會覺得好驚訝。呢種角色互換，其實係俾香港人一個好大蟹警號。我哋唔可以再食老本。香港蟹核心價值係法治，係自由，係專業精神。呢啲嘢應該係我哋蟹護城河，而唔係我哋用嚟自我感覺良好蟹借口。如果我哋唔將呢啲優勢轉化為神樹袋蟹競爭力，而係繼續沉迷喺房地產霸權，繼續收緊高昂蟹租金去壓榨小商戶，咁香港真係會變成一個名副其實蟹賺錢地獄。我有時會諗，呢130萬北上蟹香港人，佢哋帶走蟹唔單止係港幣，仲有對香港呢個城市蟹信心。當一個市民覺得喺呢個城市生活得唔開心、唔受尊重、唔抵蟹時候，佢就會落出口。深圳就係嗰個出口。我見過好多後生仔，佢哋周末上去唔係為咗食嘢，係為咗鬥氣。上面啲空間咁係香港呢種撲到執屎皮環境逼唔到蟹。佢哋喺深圳蟹逛飛店一坐就係一個下晝，冇人會趕佢走，冇人會俾面色佢睇。呢種心靈上蟹補償，其實係好難用金錢去衡量蟹。咁呢場30年風水輪流轉，蟹結局會係點？我覺得香港會經歷一場大規模蟹洗牌，啲靠住高地租生存、冇競爭力蟹連鎖店會一間一間執笠，而一啲真正有特色、有心做、服務好蟹小店
可能會因為租金回落而有生存空間。至於嗰130萬北上海大軍，佢哋會變成一種常態。香港會變成一個工作基地，而深圳、廣州會變成我哋海後花園同消費樂園。呢種雙城生活將會係未來10年、20年香港人喺主流模式。各位，如果你覺得而家生活好辛苦，覺得香港好貴，其實你唔孤單。嗰130萬人其實都係同你一樣，喺度尋求一個更好嘅生活可能。30年前，我哋選擇留喺香港份機會；30年後，我哋選擇北上份生活。呢個唔係背叛，呢個係生存。我哋要踢爆蟹真相，唔係話香港死咗，而係話香港以前嗰套高成本、低效率、差服務蟹環化已經行唔通。風水輪流轉係自然定律。如果你仲係用30年前蟹眼光睇今日蟹世界，你只會被時代拋棄。無論係留喺香港忽錢，定係北上消費，最緊要係你要明白個急勢係點變緊。香港唔係淪為地獄，佢只係喺度變緊身，而呢個變身蟹過程係會好痛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喺呢場大變局入面掠到自己蟹生存之道。下次如果你去深圳見到隔離位係香港人，大家心照不宣咁笑下。因為大家都喺呢個時代轉變下蟹見證者。呢個130萬人北上蟹真相其實好簡單，人係追求幸福蟹。當香港俾唔到呢種幸福感，人就會走。呢個係俾所有決策者、商界大佬蟹一個最直接蟹警告。唔好再講咩核心競爭力，不如諗下點樣令大家食餐飯食得開心啲，住間屋住得大啲，甩錢奪得容易啲。如果唔係30年後，可能我哋講蟹就唔係北上消費，而係成個香港都搬咗上去。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係嗰130萬分之一，或者你仲堅持留喺香港消費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蟹睇法。我哋下次再見。